家好，我係5B 班陳奕謙。我今次要分享嘅主題係我家中一件舊物件。今次要分享嘅舊物件係紅色封面，書名係《恐龍小百科》，入邊嘅內容好豐富。佢主要講恐龍嘅習性、生活同埋飲食。我好中意閱讀，想介紹呢本書俾我同學睇。呢本書係已過身嘅哥哥送俾我嘅。每當我睇呢本書嘅時候，就會諗翻起以前哥哥同我一齊生活嘅事。哥哥會同我一齊做功課、遊戲同埋做運動等等。每當我睇到呢本書嘅時候，就會記掛住哥哥。我嘅分享完畢，謝謝大家。